啊，继续来看森林高客生石油受到前一阵大旱影响，今年是减收8成。农民讲这声了一个济咯。当年3月到5月是西石油调货时期，正是上需要水的时阵，因为进前严重的苦旱，和高坑西石油无法度开花，结果若有生嘛真细粒，损失真严重。10几年了，今年就是大欠收了，算是旱灾很严重了。正办呢，有甲即阵来西施的粒头拢爱像安尼，下底的粒头才有正常。嘿，因为干旱的问题实在规片拢无生啦。我咧讲，今年上尾要8成。了8成。了8成。乡公所嘛有派人去看，希望讲会使替这农友甲县政府申请补助。拜托县政府会当紧赶上中央，咱拜托中央会当甲咱尽量赶紧甲咱现金的申请补助安尼因为农民实在真艰苦啦。看到这郭正远农友真无奈，因敢若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使加来关心，提供适当的补助，互因通继续种落去。